家家有好势。马莎国家来主席。大家好，我係澤偉。大家好，我係燕燕。係個你今日好咪做乜叫啦？你本來想的是竹筍，你有聽過苦竹生筍嗎？有啊，苦竹生筍。除了以前有一張演到夢中嘛，咁媽媽就播片，欣賞就講哦，一聽咧食竹筍長胃好，哇，佢就走到竹林地位度，冇竹筍嘅食，佢就驚到，要煩咯，就叫住叫，我直跌落天嚟嚇，竹筍咧就飆出來呢，所以我腳款有竹筍麼？嚇，這個太上地位啦，這個太上地。點解？唔是夢中，係隱隱叫做。我係是竹筍。哎呦，好，實實咪係啦。好啦，成本，我咁講啦，食竹筍唔使你叫啦，驚死我，搞到冇卡出馬事情啦，係啊。有哭有吵的孩子有糖吃啊。真的哦，藏在我後面好久。重點係搶到竹筍能人來，特別主動澎湃竹筍傳播，你知道嗎？好，弄到唔是叫沒有竹筍，我 sell 啊，好唔好 ？sell 來反映人哋竹筍能人林貴珍，貴珍姐，貴珍姐好。好，兩位主持人好。竹筍爺哈，你好，家己叫安泰上身，你係基本字啦，係嘛？即係好啊！佢陣時哪邊係講嘢啊？我係苗栗公館，苗栗公館哈。用班以為係你係竹筍嘅靚人咯。係啊。因為我從細就喺到山上咧，從我行開始呢，就聽阿媽、爸爸媽媽都山上啊，有竹條下穿上穿下。驚唔條啲竹條下，叫竹筍。那這時還不是啦，對，今日帶來嘅竹筍呢，係人家3萬在地人，佢用自然農法去種嘅，就是友善農法，佢冇用藥嘅啦，冇用化學品，不過夾嘅竹筍非常的好食，我來介紹俾大家。這些時間哈，對竹筍就只有感情，有了解，對料理咯，幾時開始嘅？對料理有較深入嘅研究呢，就投給空中廚房啦，就空中廚房就做飛機檔口式的啊料理拄好我嘅部門呢係屬於西餐的部門，所以當到切工啊，還有擺盤啊，裝到醬，各位還有跟呢個廚師呢，全部就對外國搶過來嘅派出。所以學到也當到數年啊。啲空廚差唔多大概幾年嘅時間？差唔多2年啦。2年啦，真係學當到東西哦。好咧，佢講我按到，唔係單槍講對竹筍有感情就好。我講愛煮菜唔你識咯。今日第一道菜呢，筍絲烘蛋。烘蛋係意大利嘅料理。對。見到佢好弗里塔塔係弗拉塔塔啦。哦，但記得佢咩係當槍意大利平民，譬如講做工人啊啲嘢食嘅東菜，不過加上竹筍啊、筍絲啊，就還冇食過。來開始做哈，來竹筍先嚟啊！那今日呢，人就是來先切呀筍的，那人家就先淥竹筍呢，就要先讓人淥軟的啦，板頭較大的啦，個竹筍肉呢就較盤。對，那今日呢也去帶來竹筍呢，全部網油春來的哦。網油春來，跟我做下好奇講，像你譬如講你市場買到可能切好誒，你做啲示範切下，譬如講你愛買好誒，買本應愛搞應該蠻粗嘅。那我來溫鍋菜刀，好，來，對，啲啊對，較盤呢哈，因為有隻骨頭呢哈，人家就竹筍係咪以前生產竹筍賣竹筍啊，按到竹筍，那一皮嘅剝到天光都係蠻薄嘅咯哈。唔點人剝到梅筍蛋。人家就呢，人做竹筍拿到呢，就睇下頭行做那個瀝嘅下，冇瀝到兩層哈，就慢慢地瀝過去哈。那切下去以後呢，又再恰嘅小顆粒啲斜度咁薄嘅去幾條嘅竹筍就薄起來，然後竹筍葉，就幾下就竹筍。好，嗰陣人家老爺拿切嘅，
对，切太唔爱记。好，像个头啊、上司啊，我自家买一些係切好嘅啦。唔過我想想講個頭啊、嫩，我就會向下煮，向下唔過腐呢。腐係有得出腸嘅。哦。你所謂出腸就夾嘅，喂唔係啦，叫做一件春奶嘅。春奶。對，春奶佢接嘅春奶叫做會較腐，嗰個就因為較腐，故所佢會買，台灣就會買佢。學薄體咧，就跟拿來炒啊，那攞一些辣椒的啊、螺絲啊，給炒那樣腐豆咪好食，辣辣的，對，人家就來切個筍絲哈，筍絲呢盡量就一泡哈，對，但係人切起來的筍絲呢就會較油，對。你做順咩？你特別食涼拌沙拉嗰種。對，嘿，古說涼拌沙拉清好就清啊，黃黃的啊，就算清好。我以前做嘅頭嘅空廚做噶，嘅檸檬啊，所有嘅菜類啊，全部有稱重量嘅。那人切到舊嘢嗬，人切開來每一袋你就同樣品種。喺到公園嗰樣時節很當歸。因為這樣子嘛，溫種嘛，對，比較生出來那個叫很貴的冬筍。對，跟係過年後差唔多2-3年嚟㗎。炒，那就是新生嘛。叫做夢中筍，夢中筍清煮。暑假講嘅夢中叫。夢中。好，那這個，那也就不用轉了，好，大家按照來用。好。跟人家最主要的工作係做乜嘅？我是屬於台灣省勞動署勞動部輔導就業的一個輔導就業的單位，對。那我是在那邊服務，因為我們是在三灣離鄉嘛，那我們就協助三灣離鄉發展那邊的產業，然後用在地的食材啊，在地嘅食材，然後推廣本。3萬鄉嘅當地嘅農作物，係，就係推廣發展在地嘅農產品啊。係。哦，你從頭咁樣切絲以後你拉嗬，泡水冇一成泡水。也唔是，也係我用剪嘅，唔是泡水。好，我撒下來。然後撒下來就嚟切呀，呢泡菜。特別煮湯就會落泡菜咩？喺香港人泡菜那嚟有嘅客家人嘅嘅味道，嗰一次家洗嘅泡菜哈，菜天農家洗嘅啊，要貼喺上，就拿嚟泡水泡，就拿嚟煎過嘅，就拿切油嘅哈，就拿落定講下先。個味道都冇同樣呢。你自家做嘅我係冇同樣。對，當香啊。好，你嘅泡菜同樣切油嘅，切油嘅。有等人習慣炒鍋啦，不過你唔是，反正你要煎啦，愛吃到啲黏味呢以後。對，唔過係喺留佢炒鍋，但係會留佢鄉下炒鍋啦，哈。係炒鍋啲夾嘅味道有冇會較香？較香啦，哈。對，體味出來。香味它出來。對，係。好，沙來香菇，中央泡水嘅香菇。香菇因今日呢，因為我帶來較細類哈，咁我不用散類，因為留到嘅大下。還有一香菜哈，料理唔太大哈。還有香菜哦。先撩出來。我上港排泄係咪做啲高價來出嚟盡量做？係哦。好，同樣你洗香菇，先泡水咩？對，泡冷水之後。對，泡一下就好啦。同樣切油嘅哈。同樣切油嘅。好。切的部分都好嘅哈。好嘞。好，我哋整理一下哈。謝謝。唔係。撒下來就得打亂了哈。我們沒有加一些生長激素的嘢亂哈，小母豬快生長。哈，然後就打下來。好，人家亂哈大隻哈。個人爭來，嗱多過來。好啦。第一人預防講要亂咧，係要快啲嚟發，唔可以污染到其他嘅亂。今日做差唔多幾多隻啦？今日發現咩呢？今日亂咧，較細隻，係都準備來切隻。好。看起來亂網就地毛同樣哈，紮實又圓哈。好，6隻嘅葉哈。對，也就6隻嘅葉哈。好，開始咯。對，開始呀，那是開火哈。好。那今日你帶來有啲同樣咯哈。呀，今日呢，人家因為3碗呢就有3茶咩哈。我攏開啊。好，有茶油，還有嘅茶
茶米，茶米我会煮茶花，对，主要三茶哈。就茶油。那今米呢，茶油呢，每人3万上的铁砂，那今米就煮带茶油呢来介绍给大家。好啦，你看人真嘅食下健康哈，各种油都有，还没食过这种凉茶油哈。呀，它张块生就竹笋呢，拿去先去炒，先炒过。对，炒ပြီး熟来。好。其实竹笋都有上色啦，吼，咩冇炒得久哦。炒到比哎呀有熟就好诶。有熟。对。因为唔咩切到细咩，切到油油诶。你一夹熟了。一夹熟。炒好嘅時間呢，人家香菇，也都比多順行啲哈。洋葱絲。好。對。洋葱絲，從頭洗，對，從頭洗咩？先俾炒俾軟來。甜味出不出來？對對，嘿。等下料炒好出來，對對，飆落去，攪攪嘅，飆落去炒淡嘅做得，嘿，那等下大大都俾攪動下去。而家撲出嚟呢都飆掉。哦，飆下去。那喜歡吃的人呢就不用解釋咧，就差唔多批講今米嘅東西啊，差唔多幾多嘅。批下批下。對對。你通常按樣係先調味係冇？你就先給調味料先飆落去，然後呢也係給胡椒粉哈，對一些咧。好。我是也愛去加炒嘅胡椒鹽啊，嗰時候底杯有一些嘅鹽嘅。有鹽嘅啊？嗰時候唔是就不用鹽嘅。好。對。好，來，胡椒鹽。對。然後標一些的調油。調油唔是幾多，記住嗆味啦，米多比上米比嗆過。色面還好看啲啊。對。其實我吃到的那個泡出來東西怪有，加啲調油調味有冇重要？對，因為皮都有香嘛。有，真嘅有香。好，好關起來，你按來飆下來啊！按住來打輪，直接飆下去。唔係，飆落嚟，飆落嚟夾。好，分湯。好，來，慢下用快嘅做得，因為佢鐵佢要係鐵腐龍骨多係，又鑊佢按好嘅鑊佢又撈佢強電係。強電哈。對對對。我已經冇啦。聲音要少少。就要給攪勻來。對對，來攪勻來。按你做得嘛？做得。哦，喺鑊蓋哈，對，鑊蓋煙煙嘅邊有冇？我哋開火哈，要嘛？哎呦，裡面煎要按太雜嘅卵咩，油可以解釋咧。卵要食油哦。對，卵要食油，對。好，謝謝。整理下哈。來整理，係咪？我用快醬。好，然後按住來轉它細火一些咧。好。按醃起來其實會佢因為也較噴咩，醃得呢話佢底杯熱氣唔會走開，啊就佢較結熟，啊唔會講下杯燒焦嘅，當杯很難熟。哦，對對對。在等嘅時間有一種等待開獎的感覺。係啊，唔知家啲有接啲屋卡係你煮什麼？也下台灣煮按骨頭一寸啦。哦。按骨走成頭呢，飯呢，下爸就會煮嘅一兩方嘅啦。好。好。表演。好。要表演嘅嗬。我啦，應該教觀眾朋友好咧，係應該一集拍嚟啦。好。啊。我想講我表演咧。因為講下，你想出家好，好來。對，哦，對，好，來，好了，然後就這個醃轉魚哈，對，好，對，你想呀，呢個係醃蓋冇，一下就唔是咧，一下就好咧，因為苦茶油呢係當健康嘅油哈，所以其實它裡面唔會造成人體嘅太多的負擔。好，那火就關開咧，好，那我們的蛋就上桌咯。好，其實當腳哦，來，用太家當，我搶太家食咧，係乜嘅？來，給你搶太家食咧，喏，筍絲烘蛋，來呀，搶太家食。
主用呀洋葱呢来做碗。哦，来做饭呀，好特别哦。安尼浸吼有一个好处，你浸口以后给它个呛味跟辣味出很猛。较无按对哈。整煸一下这个萝卜干，当有小米，就是来这样做对。你不用浪费时间，你米萝卜干啊，大家炒炒的，你要需要多个竹笋的米。炒融合到胸它。顺喜烘蛋哈，摊定一下哦。对啊，大家吃吃看那嘞。好。好什么？我特别是到乱地摆度哈，我你印象中的乱黑，有一点松松软软绵绵的。不过我还是到竹笋的时间就知道哦，这个口感是很不一样的，是又有绵绵的，又有脆脆的，好幸福的感觉。口感就是很多重。对，那你就是软软的、绵绵的、脆脆的，那我就再加一个香香的。哎呦，超好的，加分哦。有蛮足哦，你食竹笋那个心哦。冇。你这个当片拍的，冇有你。来动探性啊！哎，我哭这么久哎，很辛苦搞出来。我还在搞事，做得冇？哦。我每期做得冇啊。OK， 做得冇，做得。大家老接受解放五彩笋松。五彩笋松，对。五彩糖起来出当到用哦。对。笋松，你看意思同像虾松的意思哦。错。这里还算有肉，也还算窄。今日作为很算是健康素。那个健康素。哎呦，对。因有兴趣嘛？有，什么人最好嘅？对。按车尾人大白都讲要减皮。它算是一个低脂的一个食材，而且又健康。对，一定要吃。后来用它来做五彩笋松。哦，五彩笋松哈。开始介绍哈，我看到它特别，当然啦，笋呢一定爱嘛，处理啊，有竹笋的哈。你还嘛个？它叫做我们台湾叫做素芦笋，素芦笋哦。印尼话他们叫嘎豆。嘎豆，台湾有种黑嘛？现在因为这个非常容易种植，只要扦插就可以了。哦，而且以后是哦，然后是上色做的，上色做的哦。当然了，这个黄甜椒，还有点还嘛个？跟自己酿的梅子醋哦，自家做的梅子醋，非常温和。这已经有3年了，3年了，对，很成年算是。你看洋葱，对，炒砂糖，然后盐水叶，你嘛个？跟豆油哈，还有脆卜干，香菇、糯米，各位呀，负责粉，来主角竹笋。好，来开始了哈，开始先处理嘛。那下呢，因为洋葱呢有烂米，要先处理洋葱哈。哦好。洋葱呢，那先切开来，大家主用洋葱呢来做碗。哦，来做饭呀，好特别哦，代替那个原来啊，香港怎么没有西生菜？安尼就做得做饭呢，所以讲佢做得安尼抢饭用的不用落做蛋。抢也唔会嘅，我做唔是切嘅。好，可以用橄榄哦，做得煮菜哦。对，要煮先比煎也好了哈。现在我们就来处理我们的竹笋。按笋松呢，就唔是切按腰的哈。对，按就拿来切到小米粒的，小米粒的，一粒的。平时你一些虾松的时间有加，比如说荸荠啦，对，加竹笋没做得啦。对，人家做今日做来玩个竹笋。啲空厨做2年的时间哈，2年长的时间啦，转来对唔啲转来算是青年返乡了哈，有影响到做当多事情的观念老态度冇？有，因为接触到当多外国对，像当多外国的食材啊，哈，根本就脑袋根本都看唔到诶，对，世界各国的食材都有。应该发现哦，到底下看起来全部全系在嘅东西耶哈。因为我比较崇尚于素食。哦。对，竹笋呢，我就想讲，
香港有的会虾松啦，也就全部煮黑粉的咩。啊，你当到主讲喜欢吃素的人啊，他又想要吃这一些方面的料理，他就想讲啊，要做笋呢，第一个荤素两宜啊。系啊，对。好，笋的切好嘞，啥来切嘛该？杀下来你就切呀萝卜干。好，萝卜干哈。第一呀，那萝卜干呢，适合加个口感啊，那样脆脆的，懂香。应该冇食过这样子，然后加萝卜干哈。系啊，大家吃吃看呢哈，对。所以你全部嘅食材都係愛切丁係冇？唔是呀，给煮打穿烫，煮拿来当顺风的盘丝。哦，对，叫神弄穿烫嘛。做得来。好。是一道差不多有诶1/3哈。对对。好来。哇，你萝卜干真香哦。真香哈。还有萝卜干呢，对家的来讲，係当葱叶为种食物，因为其中做的。长期保存啊，然后过带电器哈，过萝卜的钙质很丰富。请问一下，你做得吗？做得嘞，做得嘞哈，做得嘞。好，放一成关起来嘛。做得那是好，关体。不用比量哈。不用比量嘿。来，谢谢英英。好，然后哈。好。然后杀下来，来切呀，给香菇。人家今日啊，五彩笋松哈，就政府咩当提倡嘅彩虹餐，彩虹餐人家就讲，人家彩虹人较讲法讲甜香咩，系啊，甜香。对，那彩虹呢，其当浆啊，7种颜色嘛，那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很缤纷哈。其实你也虾松益生菌哦，它有一点像那个香菜，不过它是我们台湾一个香厨很有名的，叫彭长贵师傅发明的什么东西？这个虾松这道料，真的哦，彭长贵型的，真的哦，给咱们有概念哈。好，来切糯米哈。切糯米，要糯米呢，人家3碗呢，也用椴木生产的有机香菇，对，有机香菇哈。对，没有有机木耳啦。有机木耳，错嘅。木耳糯米，糯米对身体当好，两都可以打成汁啊。做木耳露啦，对。啊，夹个要椴木耳，第一夹个木耳很脆。对，夹个口感很脆，而且呢，你冰箱冰1个月都不会烂。因为今日本上想要带夹个糯米来老太家接受的啊，都身体挺好的啊，唔大做唔大卖。所以你是都给你当珍贵的。对，也迄讲系买专业物价啦，如果好定啊物价有先。对，好，按你来哈。打嘞嘿，这样子打，好。鸭煮来切红椒，红椒，煮老鸭这样，然后给切个一味嘿。好。剩切葱条，再个来给切丁，对。哦，今日加边那个葱条好嘛？做得来，老弟，那浸到个米个那么个梅子醋啦。梅子醋加好冰凉。对。安尼浸好有一个好处，你浸口以后加个呛味跟辣味出很猛。较无暗对哈。你讲我卡起个舌头，你讲不介意那个有洋葱味的话，你就老给稀释了色在里面。没做得了哈。对。那做得加一点嘞哈。做得。该两行啊，现在起火。OK。凤爪老凤爪哈，全部切了，还有盐水耶。切一些嘞，盐水的部分呢，就切夹个光的部分就做得。光出好的哈。因为也还上菜哈，落水来磨上菜好卖啊。这位2味当买到。不过吼，我知道用光的以后，因为吼头前个你前面个食材就有一点嚼劲。对。你喺讲鸭白边还是讲个烂。对，配合夹个食材啦。好，先炒嘛改。然后大家都来先煸呀香菇，先去炒煸香。然后先用枣窝来炒呀，萝卜。枣窝也要先煸一下这个萝卜干，再有小米。做干锅煸炒，一方面浓水分，对，老加个水分去掉，过加香米我俾带出来。好，呀，你做水，煮来这样做水，对。
竹笋的水哈有油，水分油。你比方迄个时节，你米落配干啊，加炒糟，如果需要多个竹笋的米。炒融合到腔它。因为今日的竹笋啊，全部含黄我看个个加个竹笋好含的黄哈，要种竹笋呢，就会人讲的 A 级笋。A 级笋哦。这种竹笋炒到来哈，上色就甜的。对。是个就像你里向的东西，里的米吸出来。然后就来咸到就不用油的哈。好。不用油干，先比不用笋好去。对，来。不用笋好哈。让它不用。对，鸭眼珠来，对，鸭眼珠要香菇，香，对，偏香。香菇标去。对，香菇先比香。好，要香菇过来呢，糯米。对。好，米呀，种彩椒呢，其上色就做得来哈，主要就来拌一下，不是讲炒票调酒，做人做青米红章来标。对。你要标到去颜色都冇同样哎，对，哇，好漂亮哦。对，亮色亮。而且一粒的冇同样色的珍珠哦。还会讲哦。弹来弹去哈，撒下来标嘛？撒下来就标一系列跟个糖。糖哈，来。不用汤该容易让它的比较温和，就是说让它融合在味道呢，让它有一点。调试一点那个味道，米稀哈有点代替味精，对，米人家它没用味精的，就代替味精的。然后我们这胡椒粉哈，加落去。本来你是东西都会想讲，入天粉的时候吃到冻好食，如果今年下哈天粉加落去就这没有食物的原味哈，天粉调到就好嘞。尽量都是原味啦。对。按加上按你改笋子又是 A 级笋，好，那么该糖匙试吃一下，走点嘛，走点，是不用下面啊，好，跟盐水也不用下面拌一拌就好了。跟调油呢？调油还有嗰種醬過。哦。因為要調油係鹹嘅啊，但係不用鹽嘅話就會調鹹。好。哦，炝鍋下去咯。對，好了。哦，那小米出来哈。那看到一系列东西要炒到1万度哈。真的。头前的讲啦，对。那米呀就拿来先摆一下盘，对。好，那现在我们就来那用一碗哈。对，那种五彩笋丝，哇。也係講時間足嘅話哈，也嘅洋葱啊，必煎解一下嘅時間，要含加有米頭炒。其實有啲人啊想講哦，我想愛食飯，也係食麵，用啲皮料來拌麵，拌麵就好食哈。對。哦，好嘞，完整嘞啊！來，好。按度講哦，我看一下等我食，搶太家食咧，搶太家，然後五彩筍鬆，來吃咯。好，搶食。放在这边，尝得到吗？很像不滋不滋的感觉，很揪喜的感觉，有没有？做菜也要这样做得很揪喜，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知道吗？我们的食物就把它的原汁原味，搞有它有一个芳香。摸来去哦，香到芳香。其實做唔是香，你要做個狗嘛，該做嚟冰洋的，不是？是，因為剛剛有加葛粉呀，其實根本就按照太白粉，對嗎？對對對，那樣講嘛，對啊。我們天然的太白粉。對啊，哎呦。
转吧七彩。你用蛮影像都，哎，生来就像爱演唱歌哈，七彩。对，其实是七彩，缤纷，对，颜色很丰富。来喽，来，我们试吃看看。那从头哈，有觉得嘅梅子醋的米丝，拢系讲了冇用，我唔相信。因为了竹笋啊，还有嗰条梦蜜香菇，为什么吃起来口感好像有吃到肉？嘿，哈，因为本身竹笋呢，它是一个蛋白质也很丰富的一个食材。对，冻贴片哈。韩国呢。该人呢该菜呀，又用梅冻贴片，不过呢，它也不会抢了那个竹笋的甜味跟香味。对呀，真的不说，俺弟弟不都懵而且还有个肉片管，这个东西跟那竹笋非常的搭，对不对？不要说搭，应该说它的客家味完全没有流失。真嘅，我张想讲哇，用洋葱来做饭，所以很用白感觉，原来哦，所以吃下去你就有那种。五彩缤纷啊，七彩缤纷的感觉，跟上爱唱歌的哈，来唱到鬼神记来，带暗号的竹笋来，哎，交流回馈一下哟。哎，没问题呀。讲到竹笋啊，其实它应该就是甜美的滋味，好，跟我们桂珍姐一样。那我就带来一个甜甜的主厨，哇，甜甜的主厨，我笑一下，甜甜的主厨。如果是甜甜的人，他应该要长长的头发，要有一些可爱的刘海，要有翘翘的睫毛，还要很厉害的厨艺。可以，没问题。嘿，他常常呢用一些很珍贵的食材去比赛，所以这个料理我想他没问题。哎呦，给他讲也出来。哦，你不一样的哎，潘叶聪主厨。哎呀，夜场主厨啊，罗姐来啦！有没有甜甜的主厨？罗姐好，罗姐好。桂珍姐，桂珍姐，你好。来，拢讲桂珍姐啊，其当无限啊，你做空厨，知道吗？呀，空中飞人。空中飞人，所以常常吃我做的料理。那你今天搞几家去挨当生意做啊？几家都我做一做啊哈。关键的素意哦，用竹笋来做嘛料理。你做一种嘛个菜呢？很多笋香梅干好米丝，哎呦，做嘛很多好米丝，你有买好米丝？里面冻好色啦，做好米丝咩？什么？出江客家好上营养。好的歌声，好的菜要大家分享。笋香梅干好米丝，我嘛当好起好起啦，很用满洲啦。你满洲哈，同简单嘛，反正主角在竹笋嘛，里面的竹笋好嘛，所以您竹笋做料理，你看前面有冻加竹笋，肥肥啪啪。哦，还有梅干，还有梅干作为成年呢，阿婆作为啦，面从下流出来。给出看两位美女，两位主菜哈，做嘛个菜，做出什么样好米丝来？笋香梅干好米丝。哎呀，笋香梅干好米丝啊！因为甲伊因出讲的哈，甲头前计算出来时间哦，一天内短时间做一个竹笋，一天内用最好的时间料理，一天内最好功夫的师傅来鼓手抢伊来啊！嘿啊，来开始来做哈，介绍一下，当然啦，绿竹笋咪哈，最好、最新鲜、最齐的绿竹笋，还有咧。梅干哈，两面冲掉哈，厉害嘛该？因为等一下你卖出来竹笋都唔得浪费哦。你要老年总有空下去炒锅，真给很等一下因为我们不能浪费食材，这是重点嘛。我们要洗衣服，对不对？哈，好，两个介绍。酸条，还有高肉，腐竹肉，绞肉嘛哈。好。还有这个特调的胡椒粉，看得出来色木香香。还有，你啊当葱油哦，对吗？你俩喺外头小区这个磨的葛粉，我看到葛粉对吗？葛粉是嘛该？很多蛤蜊精粉，蛤蜊精粉是嘛该？葛根，对，它是一个植物性的东西。哦，蛤蜊精不是葛根，葛根是一种。像山药一种薯哎，对，哎呀嘿，跟人家的讲法讲苗薯，苗薯，对，就是它可以替代太白粉，太白粉嘛，因为它
它抖你冇用太包。对。哦，偏离粉它。那成本较高，所以話你給它加啲嘢煮好咧，所以啊啲啲嘅糖，一啲糖。如果你鹽就難去咧。哦，鹽啲啲啊邊？鹽啲嚟。做菜一定要有你鹹嘅就會走有糖，有鹽，簡單之後其他唔可以加咧。可以用白米蹦出後米絲啦。對，因為曬做出來，好來。伙伴。哇，我才發現你是左撇子哎。你講買做白來係嘛？係啊，懂聰明呢。有冇？我們做安樣啊？好，你切了，你給它擺盤，要個歪來歪去，你就寫好了。你是不是這樣子做？懂片嘞哈。我覺得我們今天有5個人，所以呢，我們一定要做什麼？5個人。你會看到我咋？要挨妹啦，咁挨妹見面要來啦。我講清楚係。哎呦，嚇死我！要咩解散啊？前面蠻多啦。誒，你貴珍姐大眼，你貴珍姐大眼學嘅食材咧係嘛？跟住都做要針左邊邊嘅攞公線啦，好嗎？下過來哈。哎呦，太細，他很適合到他太大本。好啦，好嘞，哎呀，草嘛。哎呦，那就是六大順哈。然後呢，因為大家講唔好浪費食材。哎，蒜頭唔是切哈。等一下，你用來，按薑咯。按薑啊。對呀，來，你壓別出來用。唔記得。唔係。我當時要做件事哈。你講。因為要做順正嘅係似嘅，你啲挖嘅時嘅上加滾哈。你做得比方講牙味的。在他的胸口前挖，你剛剛被逗你這種感覺，放在這邊，看得到嗎？肯定不滋不滋的感覺，很揪喜的感覺，有沒有？做菜也要這樣做得很揪喜，那種感覺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知道嗎？我們的食物就保持它的原汁原味，這樣做出來菜就是特別好吃。其實大家講煮餸用喺濕水後省啲嘛，用蠻濕。有人講誒濕加下用嘛，其實有人煮餸要搞當道方法啦，有人是講加條米。哦，有。有米哈，係啊，如果係哋做做按情啊，就跟住用天包去蒸。哦。蒸啲塊米絲冇用用，好咧。你啲東西要好嚟炒嘛哈，不用等，你還要用。好。啊，佢沙下輪呢？沙下輪呢？你豬肉。好。沒啦，3條米，豬肉。3條米啲嚟煮好冇按到，會泡泡กุ้ง會凍喺上網。唔係，多謝。因為按你做菜上有感覺。有，我知喎。加冇彈性啊。要注意看啲嘛，唔好一家關門關店學東西。我等講出去看啊，要用安尼台灣最好嘅食材帶出去。有哦，我上買一台就錄一集那個蘿蔔乾。哦。其實你講太多人按到哦，佢唔是講蘿蔔乾係用嚟做。真嘅咯。所以米是冇用，而且裡面唔是講啊蘿蔔乾都係做藥嘢。真嘅。係啊，它自有幾邊啊，但高太自家做。好啊。都老梅乾菜，用嚟做羅姐。對呀。我就愛想起羅姐了。對呀，你今天忘了叫我。哎呀，對不起，對呀。怪就這樣講，奇怪你的眼神一直告訴我說，趙斌，還蠻黑嘅，趙斌。你啊，有無痕到係冇？你啊，聽叫無來咧。唔應該講話羅姐嘛，佢當唱羅佩穎羅姐，然後客家羅佩穎。你唱哦。有哎，太多人講愛唱高勝美，好聽。哎呦，所以一邊高勝美，一邊羅姐。高羅姐。好咧，3條米切好嚟，真係米切好嚟，切條好，切好後你食冇重樣。好。哦，人家挖出來還要用哦。可以呢，冇浪費，你酌量好來。家沒按樣動，切好就馬上動亂。大概你剛才做出來是切丁切末嘛？那我的那個竹筍可以把它切成末。誒，貴珍姐哈，喺係講遲到就看到凍貼片嚟啊，唔係自家食冇下去。會啊，鹹菜乾啊，它鹹菜嘛。可是你又想到講它如何把那個鹹菜乾的鹽分把它去掉？哪來講嘛個方法？你炒的時間加一些糖。可以綜合一點點。對，那是在煮咖啦，係講洗咖下要嘛哈，洗咖下唔點嘛，一種溫水。哦。都唔得用手水，你知道什麼原因嗎？30度用板鋼。因為你如果係用手水法，你們老給鹽分鎖在我們的梅乾菜裡面，哦，它會吸鹹，吸鹹都唔好食嘞。哦。懂咧？你從它剛剛先把它乾香嘛。炒。對，梅乾菜它比較吃油，給它食油。跟你說用料也油係啊？對，然後滴滴的也油，然後還會一整勾。好。然後就會凍香，然後你是批出啲，這位應該種用來搞誒。厲害啊！誒，那搞誒，搞誒。搞誒。係啊。拿起來丟嘛。這個就不是，哎呦，很有蠻搞。切啦。你就搞誒。你他家發到鬼。慘呢。
用它多啲叫一下啦，哎，然后你叫哎，葛粉滴滴嘞，我们的养生的，对，葛粉，对，然后呢，滴滴的糖，我按到，嘿，所以葛粉落去是增加粘性，对，滴滴的嘛该。好负责用这个调皮的负责。做麦搞不得用，做麦搞不得。哎，用白hình搞。因为它会增加我们肉的纤维。哦，把肉的香味提出来。对，哎，跟我加一点点豆油。豆油哈。豆上係豆油啊，記得落啲哈。哎，油咧。好，呢條味。係，我係倒啲落去。好。講清楚聽哦。好，聽。好聽。哎呦。唔可以入伏，謝老姐，唔可以入伏啊！唔可以哦，唔可以哦。哎，嗌雙條米，睇拿唔錯哦，要重要。豆油喺邊幾多？呢啲煮好，用米絲煮好了，香人都唔得哦，冇加半加豆油嘅。香香。你加半米鹽啊，加豆油嘅，買好好，加半買豆油好好。鹽變下少啊。感覺香香嗬。一啲冇香香。啊，加半米米嘅。唔係啊，加半計做煙錢嘅啦，較夾啦，係嘛？哦，好。加不用落去有梅乾菜，還有呢竹筍，係嘛嘅？還有酸條。不要香來。不要香來，酸條竹筍係麻標嘛？麻。其實竹筍咩唔是講炒到凍熟，因為人家還在蒸過。係啊。好，啊加嘅竹筍不用下去哈。不用下去，係啊，竹筍冇幾少度，竹筍不用下去，係用炒過嘅。好。而家凍簡單，咦，係咪做不了來設定嘛？好，簡單的東西。不是韓白愛，今杯像你做六張嘛，時尚愛。鬼陣陣那一隻轉係一張愛那種。冇。那你係用張。人家已經做好那種意思了。唔看呐。妹妹。快搞快出難事。好，不用下去。妹。哎嘛個。一攪落去。一攪落喺地板下。用個曬，冇嘅。本來就太一碗，係哪一隻太一碗？你嘛唔記得準備到咧哈。好。然後呢，炒過嘅香米。好啦，你上中就攞去睇下。搞，有不記得搞強啊！唔要講咧，有解釋，馬大吉嘅啦。哎呀，看啦，哎呀，其實當簡單錯嘛，好嘅食材做出來出已經當好食。好，今日用家用不用去？好，好嘞，了不嘅好嘞。好，怕不用。而家你向我教一隻遊戲哈。用板講。有同樹啊，同時好嘞，唔係同樹啦。如果佢佢整個下長。好。搞樣搞，而且我們盡量搞牛搞有一個方向。係，唔好來去去哦，向到方向。其實我還會做一個動作，那個疊高啦。哦，這樣子的話，把筋甩出來哈，對，彈性。好，那你差唔多加炒好了，然後你的牛調好的牛用它哦，然後大概3-5分鐘讓它出筋，對，有點嚼勁之後。不會去甩它啦，但是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原理，所以我是加工的哈。不過你們差不多，你用某安豆咩，其實這樣就可以。對，就是我今天吃到了什麼高蛋白的那個肉類，我也吃到了維生素，就是我們的青菜的一個養分，也知道肉類，所以小朋友吃起來會非常的健康。好，我們現在。叫我裝一係，你用啥裝？都可以。好來，你要太同時還是細同時？其實筷子做的哈，好了。用裝。你牙數叫他夾啦。好啦，因為時間寶貴啦哈。聽下來，不用出隻不用攞來整。慢啲下，用自己執了哦。其實做唔是像。你要做個狗嘛，該做的冰養的，唔是。是的，因為剛剛有加葛粉呀，其實根本就按照太白粉，係嘛？不能這樣搞嘛，對啊。我們天然的太白粉。對啊，哎呦，好來，我們大概蒸大概8分鐘。好，8分鐘。對，大概就熟成了。好。哎呦，蒸的時間，你做乜雞呢？哎，唔怕，你攏係講一整幾久？蒸差不多8分鐘，10分鐘。8分鐘，10分鐘。好啊，8分鐘，10分鐘，再來啊。介紹一下。冇這塊，待會回來啊。哇，10分鐘過去耶哦，很香哦。你看到嘛？又膨起來哈。現在膨起來了。來。看。哎，其實你洗8分鐘、10分鐘差唔多哈。因為其實竹筍啊，冇數咩唔怕。係要人家料要炒過誒。係啊。幾火了？見起了。可能哈，所以法式料理啊，果然就是五福臨門啊！來，有上時哦，鹽水鹽分，看你用啥做個三副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兩個相當好，他們
们休区的员工都很认真，对，我一定要帮他。2、3人向下做的，俺都嘛改。笋香梅干好米丝，向下来试一下哦哈。这样太假设。竹笋拿来開，哎呀，好過癮哈！所以問落人歸正字，你細係感覺，感覺到，你可以講你真係嚇到誒！我想講，你係慢慢嘅品嘗，哎呦，擺落去厲害，老師都唔會停啊，對，那種勁開勁，你樣嘅上是竹筍，竹筍的嘛，唔用食得嚟的嘛，用食得嚟。夾來食啲好米絲好嘛？哎呦，很香顏色了，哦，不用愛你是來做咩上咁嘛該事情嘛？哎，真是，很香哦。幾隻竹筍拿來開，哎呀，好過癮哈！你細時間哪有講安好？幾隻竹筍出拿來食的？食係要乜嘅？當波跟用嗬，啊晚上啊上波按當用嚟食會會熱哦，冇帶下竹筍，唔會按樣唔食唔會當好食，見食見好食。係啊，你講非常的 balance，係啊，有味極哈，還有想到細時間出不中不學大，愛出來腎咯，除非你細唔行吧，都。拿阿妹阿婆揾拿嘛，真嘅，足少嘅，足少嘅嚇，都兩三出足少，係咯，堅結唔通嘛。係啊，真到乜膠子啊？很強哦，唔過係咁講，我滿見比膠咯，暗茶咩哦，我食足水嘅。第一次教你啊？點啊？識包掉嘅？唔見名嘅就氣候咧，就紅米絲啊。真嘅。係啊，紅米絲哈。真嘅非常嘅好食。所以滿老人歸正字，你按好嘅食材本，誒你按強嘅煮，你細係感覺，感覺。你可以講講。你真嚇到誒！我想講，你係慢慢嘅品嘗，哎呦，擺落去厲害。嗰時候哈，唔講好食咧，我食到唔會停啊。唔停。它有勁開，按你懂瀟灑，那種勁開勁。你樣嘅上是竹筍，竹筍的嘛，唔用食得嚟的嘛。用食得嚟。生意你係唔好食飯嘛？唔係，食菜生肉，咩會教啊？咩會太粗嘛？哈，所以大家要學到來。係啊，什麼帶按好嘅食材來哦，嗬，你啊成本冇強量咧。啊，帶動到自然農法小農哦，農大家店面介紹台灣最好、親好嘅食材來，還有親好嘅主廚哦。主廚什麼嘢哦？任務達成哦。翻譯真的懂翻譯啦，你用曬天翻譯，我每一隻偏偏叫按甜嘅咧，要翻譯嘛？講翻譯唔會叫咧，我哋下咧係説到聽到唔定音咧。真嘅，真嘅。我話說主廚唔是叫哦，前邊個，前邊咩唔是叫係 sell。因為新舞台就教了聊天哈，當翻譯。各位鄉親朋友啊，食東西哈，食東西係一種情感嘅延續哈。有相當細細時間，平安唱歸正字，佢細細時間對竹筍嘅感情，太嘅對乜嘅東西都會通曉嘅哈。當然啦，係真相係乜嘅？逐日、逐禮拜都會收看你嘅家家有好食。歡迎大家來主持。張偉亮啦。大家好，我係林桂珍，係來到三灣離鄉產業發展協會呢，今日來到亞位，留大家介紹兩項料理哈，希望觀眾朋友呢能夠喜歡。那三灣呢也一個好地方哈，那目前呢就親好嘅呢就有嘅水梨呀哈，希望大家呢來三灣來了來摘水果，謝謝。